公路总局嘉义区监理所10号邀集所属的监理站、甲警察、交通、客运以及风景区管理处等单位，共同召开春节连假的疏运管制。特别因为今年有10天的连假，加上疫情解封，民众回乡观光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潮，所以这出票价、转乘以及租车等3大优惠，就希望大家加坐大众运输，提升用路品质。去了解哦，应该是近10年来假期最长的一次哦。那而且最近有疫情哦，相关的管制措施也逐渐的解封哦，所以我们预期在这一次的春节连假，应该有报复性的出游，还有原本返乡的车潮啦，返乡车潮，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要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，来出游。或是返乡啊，或是返乡。那如果真的自己要开车的话，当然也要注意好行车前安全的检查跟相关的交通安全规定哦，才能顺利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哦。惠中公路总局嘛，针对过去容易塞车的台北16线关闭归零路段，因为北门、南昆新、大天府等走出的热门景点，透过第5区永江处，都要陆续改善路口车道、入口的管制等做法以外，嘛建议民众随时注意路况，行替代道路。我们把关庙交流道的那个入口的部分的那个效率能够提升啊。首先就是说，我们这次的提升，从硬体的部分的话，原来是右转一个车道，直行一个车道。那我们去年的话，就针对这个路口的提升效率的部分有提升，变成2个右转的增加了直行也有2个右转，所以直行的也部分有2个车道，所以说总共变成有4个车道。那这样的话，整个一个路口的一个通行的效率能够提升。那个北门的部分就是南昆生、代天府的部分的朝圣的部分的话，非常的车多的部分。那我们也规划了一个替代的道路那包含周边的停车场，我们也协助那个南昆生、代天府的地方周边的停车场的部分也做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。那提醒用人在走村的时候能够开车慢一点，那没有关系，就是塞车的部分可以走替代道路的部分来行驶。过年期间如何出门袂塞车，一定要做好行程的规划，随时掌握路况。当然上好就是坐大众运输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